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讲到咱高雄渔船姓英在36号昨早起伫咧偏湖附近掠鱼，说互一只中国渔船弄到，对方随来人讲，造成咱这边呢有一个菲律宾的渔工变啊骨登记，这海巡接到报案，随去甲因录，而且佫用水炮呢，才甲一只中国渔船砸落来。 船体真侪所在受损，甚至落落去，可见浪的力道。拄啊经历弄船事故，新英在36号的船长一转来高雄新达港，由员赶紧整理渔获，谁拢无想过，本来出海3天掠小港，竟然会伫最后一天发生事故，互船长心惊惊。差别连命都无啊，袂惊嘛会惊咧。伊讲啦，甲弄安怎弄是伫厝啊，我无，这船就拢报销伊啊。 高雄这渔船新英在36号，前一天31透早，伫偏湖7米附近海域作业的时阵，甲中国渔船闽会鱼弄着，造成船体真侪所在歹去。船顶的菲律宾籍渔工，阁因为安尼弄断扁仔骨，想袂到中船弄了后，煞马上逃走。发现胜船及闽船，即实施广播鸣笛，要求停船受检。大陆船拒绝停船，并加速往陆方蛇行逃逸。永康舰即实施水炮来强势拦截。 海巡接到通报，赶往事发海域掠拒绝停船受检的闽会鱼，期间阁拄到中国海警船介入，将闽会鱼炸落来。海巡嘛以无线电甲中方讲事故的状况。新英在嘛伫海巡介护之下，找半暝返来台湾，估计修理船的费用要大约130万。为什么我们保期没有保护我们的台湾人民，要放他走？明明都抓到了，伫咱海域已经掠到啊，干你用水甲抓。 用这抓，伊那要惊你啊！该船拒不配合且加速逃逸，永康舰第一时间立即追赶，并使用水炮强势拦停。本案过程合理审慎使用器械，并无过晚或不妥适之处。船东怨叹海巡互中方将闽会鱼带走，嘛去中船肇事逃走，希望政府有作为保护渔民。海巡表示会准备相关证据，后续交予陆委会甲渔业署协助渔船要求赔偿。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 加拿大海军的巡航舰伫7月31通过台湾海峡，强调是要促进印太和平。国军表示，专艇拢将压到这海空动态状况是正常的。那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也讲，专艇拢有监控警戒，随时来应付威胁。另外，国防部今早起有公布，对早起6点的进前24点钟内，有查到39只的中共军机军舰，继续伫咧台海附近活动。 加拿大海军蒙特罗号巡航舰7月31对北边向南边航行，绕过台湾海峡。蒙特罗号嘛伫面册打出图文，强调这是例行经过台湾海峡的活动，按照国际法运作，支持国际特殊。国防部表示讲，国军是专定掌握海空动态，状况正常。昨天一艘加拿大的巡防机舰，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那么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的海空动态都有完整的掌握，状况均正常。这是加拿大巡航舰经过台海挺印太和平，但是中国军队东部战区是讲，因专程拢对咧监视嘛加警戒，而且甲加国的军舰看作是威胁起无空。负责印太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国会听证会指出讲，美中竞争是目前美国外交面对的地缘政治的挑战，印太上激烈，美国都要采取更较侪行动对抗中国，包括提供自身作战的能力，打造海军强权，而且结合区域的盟友。I've tried to double down on our work in the Indo-Pacific. You will have just seen historic developments in Japan, stepping up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in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中国嘛继续加大扰台的力量，国防部上新侦查到中国军机29只，中国军舰10只持续在台海的4库地亚活动，其中13只中国军机是超过海峡中线，为着强化指管含情监侦的联络，甲即卖领克16资讯联络系统升级，代表已经签署20亿的资通系统提升升级规划合约，按算2026年年底进行完成，增进各式军备联合作战能量拍基础，买当含友好的国家分享战场的情资，做伙作战掌握中军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到铁路交通，讲到这台铁呢，因为凯美丰台过境，还一寡铁路拢登记啊。也本地这2天要取消82班对号列车，不过对8月初一开始全线恢复正常。那准经过这灾害路段的时阵，就会驶卡班。也那和平到中正呢，会改做是单线双向通车。逐班车呢，大概拢会慢230分。台铁产业工会就质疑讲，一直咧拼抢通，附近也拢无加强，到时阵呢，就是一直抢通，一直登去的问题。对台铁嘉义工务段工作团队伫南京到后壁铁路路顶行，行政院倒英台慰问工程人员，凯美丰台带来强港予第4八江溪水顶悬，互冲判去的铁路路基已经修补好啊。台铁公司暗时试运转了后，8月初一开始就会当双向通车。提出或者增列一些关于治水、关于交通，能够再进一步去精进，做得更好的一个预算。台风、天灾还是会有，但是人为的努力，才有办法把它降到最低。倒英台要求台铁相关的桥拢要完成技术鉴定，确保通车了后行车安全。当时台铁北回线抢修进度比以前较紧，台铁宣布8月初2头一班车开始，纵贯线嘉义到新营一当双向通车，北回线和平到中德东正线一当单线双向通行。不过经过灾害路段下港受行驶，列车会慢10至30分不等。台铁产业工会质疑北回线为4月开始，因为土石流中断误解，佫发生石头结着自强湖，以抢通为目标，恐有寡侪风险，甚至是说我们在为了抢通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同仁因为这个山崩的关系，差点被活埋这件事情，在工作上的治安风险提高，也是因为在这个抢通的观念底下，非常有可能造成我们同仁的这个危害。产业工会嘛建议，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台铁应该要全面检视，万一佫有路线因为天灾中断，第一时间要伫卖票系统清楚公布，以免产生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凯美风台造成的吼，这个中华鹿港的顶环保地区遐伫咧淹水应该真严重，这个徛街工场呢，大家是损失惨重。民众就讲，这杨仔厝客爆花工程道路呢，说是害这大水要过是无够快，这是人为的，唔是天灾。今日早起公务处去到现场会勘，上百位民众伫遐抗议，警方是唔敢大意，高度戒备。10几个警察伫现场戒备，凯美丰台造成中华鹿港顶环保淹水。初一早起，公务处去仁和桥迄块地会勘，了解地灾的原因。百外居民抗议要追究责任，有民众想到财产拢乌有去，全咧哭出来。嘛有人认为是杨仔厝客爆坏工程，造成大水要过无够快速地。2台轿车拖拉库，所有的内底家具拢害，我冻死的尔。我了解惨重，要泡散。以早你搁较大，好一天免8点钟，咱车一定大啦，对无？水数对无？对，我就是这做事的嘛。当地一间纸厂水应该摇来，纸厂啊甲机器拢浸水乌有去，初步估计损失2000万以上。头家讲，因几啊代人拢住伫顶环保已经要80年，直到早暗捌看过做大水遐尔严重。伊讲，杨仔厝客的工程，更帮直接插落起步，占一半的快。地处大水来下袂离，这并毋是天灾，是人为的。这个工程，甲迄铁啊，有无？甲迄铁啊拢钉落去了后，变做咧要消水的方面。那譬如讲40米，变成20米咧消，落雨你要叫哪消？杨子厝区因为施工造成了它的通往断面降低的部分，会去打一些施工钢板，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请他说在汛期间先把它移除。这里我们在算整个水流是够的啦。只是说民众有疑虑，我们就去把它做好这样子。中华管府表示，造成水流无够快的更帮会优先拆掉，未来会重新检讨区域排水治理计划，提高防大水标准系数。受灾工厂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补助，而且互灾害损失会当来拄今年的营业税，协助工厂会当重新营运。记者综合报道。爱拍日头的台南关庙面是真出名，但年的这个旧历7月是关庙面的大过，所以因为这凯美丰台过境，台南这2天啊才出日头尔，也影响到这关庙面的这个出生产，而国这产量的也减3成左右。有业者承延后这外销出货，要人趁着好天，赶紧把这面撒出来拍日头。
本来工人无用试试咧抽面，先甲面对啊好济，才放去柑仔顶，落尾才甲撒去外面，连续拍3工才通完成。不过日前凯美风台变大水雨，地主互这面厂头家头壳摸咧烧，主要因为将近1礼拜无法度照日头光来拍面，连带嘛痛到后边的制停。业者估计产量尚无减3成，即阵因趁好天，赶紧派人来斗3工。拄好食了啊，无啊，听讲今年产量足少的。即工吼来拄好，搁买一顶吼，我足欢喜的。看南边有乌云啊，是迄个北平这边小可有乌云，咱这个地形吼就足够落雨的，所以讲只要有乌云啊，竟然趁还袂落雨之前啊，甲冲落来，啊无吼得着雨，这面拢无效。关庙区农会指出，旧日7月是台南关庙面的大火，有侪人会摕来做普渡供品，所以订单平常时加2成。为了稳定国内市场，即阵有业者甲本价要外销出去的暂时延后，因为惊受气候影响，有人用砍走的方式来增加产量。不过有业者也是坚持用日头拍，讲安尼才食会到米粉的香。阮会去甲阮固定的外销的人客吼，互伊提早1个月来完成这出货的动作，也是延后半个月再出货安尼。靠日头有无吼，啊，搁靠自然风，豆豆啊，甲水分带走。加水伊硬性煮了伊会 Q， 你若伤过强济，用风硬甲吹，硬甲迄个话有无吼？伊的迄个硬性就无伊，会变做是脆。最近天气透早出日头，中昼以后无定时的落大雨，互客厅食饭的制面业真困扰。不过业者嘛把握时机赶货，要互消费者尽量拢通买到。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伊朗今仔日实体向暗杀死亡的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举办国葬。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伫咧主持祈祷仪式的时阵，也讲要替伊报完仇。另外，伫咧戈兰高地，以色列军队和真主党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美国、英国、澳洲也拢呼吁讲，因的公民呢，就要赶紧来离开黎巴嫩。到最近也烦恼这中东的冲突会愈来愈大。这国际油价也个金海的介绍呢，伫咧7月31日的时阵就随起去哩啊。伊朗当局初一伫首都德黑兰替互飞弹击杀死亡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来举行国葬，再用哈尼亚观察的车队，不管经过倒拢请一堆人。伊讲的气温上悬是来到摄氏39度，现场有泉水车是直接向群众来泉水降温。哈尼亚的遗体伫自由广场的葬礼仪式结束了后，就要运去卡达的首都杜哈落葬。伊朗和哈马斯拢讲，以色列是这个暗杀事件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真正伫德黑兰大学主持祈祷仪式的时阵，就要替哈尼亚的死亡会祭会刑。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对这是拒绝表示任何意见。总理纳坦雅胡30日说，伫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杀死真主党最高阶的指挥官舒库尔。另外，伊伫哈尼亚暗杀事件了后，伫电视的演说内面讲，已经互敌人毁灭性的打击。Israel claims that they want the hostages back, but acts like this are not going to make it easier to get the hostages back. Ismail Haniyeh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Hamas. He was the lead negotiator for Hamas. He was the more pragmatic one. And Israel's likely to want Sinwar's head. 中东南亚、东南亚含伫后亚的统一记者伊斯兰国家，各主要城市拢各一摆开始大规模反以色列加路的示威。哈马斯的内部有2大势力，一个是以哈尼亚为首，希望透过政治协商来解决纷争的温和派；另外一派是亲像辛瓦尔这种武装路线的强硬派。哈尼亚的死亡嘛，代表停火谈判恐惊结束。印尼总统佐科威称，伊是谴责发生在伊朗境内的暴力和谋杀。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30日是发布总理安华和哈马斯主审官员通电话的过程。安华是用气笑来形容击杀哈尼亚的行为。看到中东的冲突可能扩大，美国、英国、澳洲是小连续呼吁公民随撤离黎巴嫩。另外，国际油价金价30日嘛，拢总因为安尼拢起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咱台湾要进入到超高龄化社会，这老人失智会变做是真大问题。今报对科学家发现讲，这失智症会当预防，或者是互病情较慢恶化。专家也建议讲，量早治疗这听力退步、目睭模糊、降血油，还个减食加工食品是拢有帮助的。
你敢是真介意食火腿、烟肠甲虾族？若准食肉想要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上好会当控制卖食伤济食的加工肉品。根据 CNN 引述一项初步研究的报告显示，比起一个月敢若食3份加工肉品的人，逐工加食31克的加工红肉，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就加14%。毋过，逐工若改食一份坚果甲豆类，失智症的风险是降做20%。加工肉品有真侪添加物，饱和脂肪、钠，阁有硝酸盐的量相对较悬。已经有研究显示，食伤济会提悬致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中风的风险。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威勒特指出，这项研究阁需要更较深入的探究。分析加工肉品的倒一寡成分会致使失智的病情，毋过要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控制饮食绝对是真重要的。面对高龄社会，一项新数字显示，2050年全球失智的人口会达到1.53亿。失智并不是单纯的老化，是脑细胞退化、死亡，引起大脑的皮质受损，来影响到认知的功能。For about 30 years, we did not have any disease-modifying treatments. Now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we see new treatment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and therefore now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patients early and identify the right patients for these treatments. 出版权威医学期刊《刺骨针》的组织最近发现有14项可能致使失智的风险因子，其中10项甲中年族群真有关系。专家提醒讲，保持身体健康的行动永远袂伤晚。对中年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加运动，定期健康检查，控制血糖、血压甲血油，维持健康生活形态，会当延长或者是避免失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有一名新北市高中1年的查某学生，伊伫咧新竹参加夏令营，毋过昨下晡4点外，业者安排引起尖石乡的引兵溪内面生水，却是熊熊渡水，送病院抢救，犹原是救无回来。学校表示讲，这是学生家己去报名活动，目前也查到讲，这带活动的教练有一个证照已经过期。死者的家属也质疑讲，这山内面的天气是遐尼歹，为什么又搁要来进行活动呢？目前警方呢是向甲这专案向过失致死等罪嫌来侦办。警方去到溪边，让水有外深，办休闲活动的业者在伫边仔，因为因办的营队将一天标出渡水的事故。救护车才就同步出动，一个渡水的查某学生已经互教练救起来岸边，不过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紧急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这个已经白逝姓魏的学生，是新北某一间高中1年的新生，家长替伊报名参加民间机构举办的5天4夜夏令营。7月31日下晡4点外，伫新竹尖石的引兵溪体验飘飘河的活动，若像卡去卡伫石头旁的，落尾不幸渡水死亡。如果我带我的小孩要带这么多小孩去，我是应该事先想到说他们可能会有状况。那我相信园区他们这些业者办理了这么久。那会不会让我感觉是便宜行事？当然就是同理安慰，很遗憾呐。后续会帮我们去陪伴呐。听到说他可能有法务的这一块，我赶快跟新北政府也联系了。死者的家属不满山区的天气无稳定，迄当阵水是真错流，水位嘛真悬，现在活动无暂停，而且对照原地行程，还阁提早1天进行，嘛只支在场的教练去牵着救人的时间，甚至伫消防员到位进前拢无甲伊做 CPR。也若共团其他的家属认为讲，代志发生了后，业者处理的动作太慢。觉得跟其他的夏令营比起来，他们是真的，危机处理的应变能力不是很好，因为几乎都没有主动跟家长联系过。经过当地教育局的稽查，毋但发现涉案的单位，其中一个教练证照已经过期，办理了解相关的活动，嘛无申请送件予官方比查，打电话予业者，嘛无法度得到回应。不过，这场营队的活动参加的费用都要1万块。虽然业者有投保保险，不过最后活动的部分有标准保额相关的规定，官方发现业者无投保到上计法定的标准。他们活动的水域的范围还有一些他们使用的一些设施，这些我们会去做一个检查。相验结果死因是这个溺毙造成的死亡那后续的这个相关刑事责任
我们会再做一个厘清。这个查某学生死亡的原因，还有2个教练甲业者过失致死的责任，检方会继续来厘清。新北教育局已经协同法制局提供家属法律的咨询，还有后续保险理赔的事项。有虹吸洞嘛，这个水洞塞缝，然后还有 sieve 就是筛网跟 undercut。这个是底切岩石，那这3个是很常见的致命的危险。那前导教练先去判断说能不能下。专家嘛提醒，进行这类的活动，在落水进前，水位的监测都要先做好，溪水的水坑嘛有可能有危险，若一个无注意，就有可能去互夹入去。相关的活动拢要有教练先确认水性的情形，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认为讲这趣味好耍好笑就会当去做，毋过办项代志若准做，你就要家想效果。来看宜兰这个南洋女中学校最近发现讲，这礼堂的这玻璃窗啊，互人射甲是一空一空，怀疑讲是有人开枪。报警察来处理了后，认为讲这是用空气枪弹的，到底是这好耍，或者是有恐吓的意思，目前佫需要调查。学校礼堂玻璃全部碎去，中面阁有真侪枪支孔。宜兰国立南洋女中最近互民众发现礼堂疑似互不明人士开枪，随通报校方请警方处理。OK。目前是歇热期间，毋过校方内也是有将近400位学生上暑期辅导课，传出枪击事件，校方是引起惊吓。毋过也有学生认为这是有人跳岗变鬼变怪。是调皮捣蛋啦，我们还好。学校这边，这一阵子也没有收到跟邻里之间有什么样的投诉或者什么样子，而且是暑假期间，基本上学校的活动也比较少，也不可能有些噪音啊什么的，所以那个什么呀，这一点我们是对于形成的原因，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学校表示，甲厝边关系袂歹，无结怨。礼堂最近因为时间较无人来，好开枪的时间点，佫无法度确定。未来加强巡视，确保校方安全。警方初步调查，伫现场捡到14粒枪支，包含塑胶枪支、甲钢珠枪支，而且发现将近18个枪支痕，疑似是空气枪。目前警方积极调阅监视，并查访附近住家，将迅速锁定犯嫌，查缉到案。经过了解，枪支的轨道疑似是对车路向礼堂的窗仔门开枪。警方指出，随后会积极调监视器查访附近的徛家，抓到犯人。记者综合报道。不管是开餐厅做头章，大家命运拢无同。管他以什么款的年代，打拼总是有希望。每一个人，不管你趁济趁少，拢是劳工。咱劳工爱徛同一边。讲到咱台湾的劳动基准法的施行到今已经拄好满40年了。真侪劳工团体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提出劳工版本的修正草案，包括讲着爱有关这加班费、幸福劳工7天的固定假日、增加退休金等等。希望9月呢，把这修法的草案送入到立法院开始来修法。台湾的劳基法实施较大，今年拄好满40年。劳基法当中加班费的部分，拢毋捌改变过，拢是1.33倍甲1.66倍的加班费率。劳工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伫即个啥物拢起价年代，加班费嘛爱煞咧增加才正常。一般工时的加班费率其实1.33和1.66的部分已经持续了40年没有修订，那所以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第32条之一有关于补休的部分。那也会因为说这个立法委员也会说，因为难以计算，所以只能用工作时数来换算哈。所以我们会希望说24条的部分，立法委员能够修法好，让这个1.33、1.66变成2倍和3倍，让台湾的劳工的在加班费的部分能够获得合理的薪资。来自无共力气的工会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公布劳工版的劳基法修正草案，包括提高加班费、限额7天假日、增加退休金、保障工课权、绿色爱保障甲罚款爱有效6大修法方向。建议修法内容内底嘛包括照顾绿色劳工。劳工团体指出，亲像渔工、手工、营造工，也是看护工，常常超过工时、加班、赶工，却拢无工时记录。要求趁即届修法爱立法要求雇主提供遮个劳工的上下班记录。雇主有较无良心的嘛，就感觉讲啊，这算起来，若依法去算起来会足侪钱的，所以阮常常听到就讲饮水啊啦，火烧啊啦，这寡资料拢无去啊，阮感觉这拢是一个理由啦，所以阮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就是逐个月互劳工薪水的同时，你阁互伊打卡单，安尼银行会使
马上会使去算看有问题无。另外，台湾伫2016年实施一礼拜休2天，所以减少7天的固定假日。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政府爱恢复原本的固定假日，来增加劳工休困的时间，以免过劳，买当带动台湾国内的观光产业。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希望到月份会当甲民间版的修法草案送入立法院，争取排入后一个会期，启动劳基法修法的工程。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咱破病的时阵，常常听一句话，讲做先生言，主人福。那这个先生就是指这个医疗人员。不过，这个医疗人员伊的工作环境，若准是无舒适，要安怎来甲你治病呢？为着要改善到这医疗环境，台北荣总今年6月就宣布5大专科住院医师一个月薪水是加6000。今仔日是搁再宣布讲，全新的医护宿舍大楼提供1200个眠床位，而且一个月呢开1000块就好。护理人员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为旧宿舍搬到新宿舍。因为台北荣总的新医护宿舍大楼7月正式启用，而且一个月的租金仅1000块，其他的成本由病院来吸收。希望来北部的医护人员会当就近住伫宿舍，降低经济负担。对于刚毕业的人来说，其实在台北要生活出来，要养活自己的开销之外，房租其实也非常的昂贵。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改善跟舒缓那个护理师还有医疗同仁下班之后的一些工作辛劳。院方表示，这栋新起的宿舍大楼是由企业集团善心捐起的。地下1站、地上18站，用饭店式管理，内部有1200床，予单身医护人员住。另外有44户惯舍，也加9户学人宿舍。1楼还阁特别设值班床，予值班的同仁使用。而且新宿舍就伫咧园区的后壁，万一若是发生重大意外事故，也当紧急动员处理大量的伤病患。凌晨没有捷运，可是我们住在宿舍，你们半夜3点要来都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宿舍的一个好处。你大量的医护人员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支援任何任务，包括台风来了，交通都断了，北荣可以继续的守护病人。院方表示，今年6月就已经针对内外妇科、儿科甲急诊这5大专科住院医师，每个月加薪6000块。即马8月，搁加这个新医护宿舍大楼，希望会当有一个带头作用，提升医护人员各项福利，吸引更较侪医疗人才留任，也加投入台湾的医疗产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歌戏，也要对着时代伫咧行。棉花园戏剧总团因的当条演员孙翠芳，甲一寡歌戏动作完整放伫咧电脑内面，用元宇宙的方式，互观众通好伫咧戏剧空间内面看歌戏表演。棉花园也当咧规划，要甲这元宇宙融合到歌戏的一个教学，要用科技来帮助歌戏的传承。操控戏剧世界内底的进步，就通设置的元宇宙内底，小解棉花园戏剧总团的博物馆。棉花园参流行歌手集团合作，甲经典戏出韩湘祖、明正祿编做全新的歌曲，结合元宇宙的影像，互观众新的看戏经验。每一年棉花园总团拢咧思考，我今年出来新戏，我到底要安怎甲现代的观众做结合？做交流。北欧他们用了歌剧，再加上摇滚乐的做法，然后融合出很现代、很新颖的新的音乐模式。然后那歌戏呢？歌戏是Taiwanese opera。孙翠芳讲，歌戏自古以来就是一直随时代进步、对咧改变的传统戏剧，每一年拢爱变出新的出头。亲像即摆为了创作元宇宙内底的戏剧角色，棉花园表示，除了开大钱，也真考验演员的耐心。辛苦的地方是孙老师要同一个动作真的是 N 遍。那我有帮他统计，最少的一个动作做了42次。孙翠芳为了让电脑列出上完整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要斟酌做真侪摆才通完成。棉花园表示，即我电脑内底已经有孙翠芳的戏剧角色，所以来规划用这个戏剧角色融入歌戏教学课程，让歌戏的传承通更加多元、更加利便。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休热时间遐尔长，袂少家长会甲囡仔送去营队，望讲会当加减学一寡物件。这台北市双连教会，逐年休热期间拢会举办台语囡仔营，到今已经办超过10年咯。真侪囡仔伫咧休热期间来到这，欢喜学台语，也写台语本。囡仔真活泼，对音乐在唱台语囡仔歌。休热期间，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参加夏令营，亲像这个伫双连教会举办的台语囡仔营，就通唱台语歌、读台语文、写台文字。咱甲低年级的囡仔，我就甲伊唱囡仔歌。高年级的囡仔，咱就开始就是亲像咱全国语文竞赛迄种朗读。对老师念甲台语的集声念好清楚。双连教会已经举办超过10档的台语囡仔营。调集这摆营队的陈金泉老师讲，有发现这几年学台语的人愈来愈多，希望透过营队，互囡仔踮厝也讲台语。望这囡仔转的时候，我拢甲这家长讲，因转来时，恁都爱含伊讲台语，恁就是阿公阿妈，就是恁伫厝里的台语老师。这真要紧，恁若无传落去时，因转的时，阿公阿妈嘛是一种含伊用华语讲。陈金泉老师认为，除了学台语，现阶段推广台语同款重要的，是爱培养使用台语的语言意识。伫咧日常生活当中，甲台语讲好自然，讲好水，这个语言就通继续传落去。记者郭文玉开台北报道。为了要推广本土语言的这个阅读甲创作，嘉义市的这个文化局配合着独立册店举办5场讲座，邀请5位台语文创作家用诗文歌曲甲大家交流分享。7月31日暗时是头一场，希望让众人感受到台语文学用啊。台语诗人罗汉树老师向大家来绍介伊的作品，有讲国家历史的诗，嘛有绍介台湾各县市的诗。罗汉树老师就鼓励大家讲，台语诗会当有真侪技术呈现的方式，透过这种结合，就会当甲咱的文化甲武艺，互更较侪人来看到。有的人拢对台语有一寡误解，感觉伊就较粗俗、较粗鲁。但咱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听老师安尼分享，咱感觉讲是足优美的、足优雅的，而且呢，都有充满着对即块土地这种感情、这种爱。我希望讲，这诗歌的作品也当涵盖面会当较宽，无一定讲干某一个展出。所以不只是讲诗甲音乐做结合，我嘛尽量甲诗去甲戏剧、甲舞蹈，甚至甲艺术歌曲、甲歌剧去结合。嘉义市文化局配合在地独立册店，邀请几位台语诗、台语小说或者是台语文推广的人，针对台语文学举办讲座活动，希望来推广台语文的活脱创作甲学习。写文章，还是讲要写歌，你也无台语文的底子，还是讲你无讲台语，你无法度写出遮水的诗。上重要就是佮找回你爱去看册、读册的力量。过来，你爱家己动手，甲你父母的记录写出来安尼。罗汉秀老师表示，母语的保存袂当干那靠国家的政策来要求，透过诗、小说或者是歌词这类文学作品，让语言甲文字的使用挖进生活，才会当让台语文的推广愈来愈顺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社头的这个大雁步道是这社头通到南投民间的路，因为若准备运送物资、农产品，也个大雁买卖，拢是靠这条路。也同款是因为讲这是环境真天然，沿路有丰富的自然生态。就台语共学团伫遮举办千山探索活动，邀请专业的老师用台语介绍通托，也个有食物的名，要予囡仔来认捌大自然。囡仔体验打雁，大家虽然大粒竿、细粒竿，嘛是算甲真欢喜。这是中华社头的打雁步道，是社头通去南投民间的路。过去运物资拢是靠这条，沿路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为着互囡仔人实际体验大自然，有台语共学团伫遮举办探索活动，互囡仔看会到、摸会到、搁食会到。其实咱台湾嘛有真侪物件，啊，毋过囡仔拢毋知影咱家己本土的。
的。咱嘛希望讲会带囡仔出来接触，互伊熟悉咱台湾这片土地啊。亲像台湾真正看到落甲树，这种树外果真甜，是鸟仔介意的食物，佮有近距离观察野仔、苍蝇各种的生物。老师用台语详细解说通带相关知识，嘛互参加家长真欢喜，有安尼的语言环境。嘛是互因仔知影讲，除了因老母，佮有足侪人只想要讲台语的，无伊会感觉讲拢无人讲台语，伊嘛无要讲。阮伫厝甲伊是讲台语的。嘿啊，外口台语的活动较少，所以想讲拄啊好，即有开台语的活动啊，伊个足介意通拖来水晶，嘿啊，所以个想讲带伊来遮参加安尼。老师表示，大自然就是上好的教室。即阵侪事件的宠物拢是外来种，其实台湾本土就有真丰富佮水的自然生态，望大家会当加出外行踏，认捌台湾原生的动物佮食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到这风台经过了后，全台湾的天气又搁变做是翕搁热。明仔载呢，这气象署针对15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台北、台中可能是会出现小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现在讲到大台北地区、中部、宜兰花莲甲各地头的山区，明仔载过到了后就要注意西北风。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